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8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台北市一间私立幼儿园被性侵，有一个查甫人半暝走去2间，进前是这间幼儿园，即马改做托婴中心的所在，乌白混杂。目前，伫咧南海有热带系统正在发展，可能这个拜六礼拜就会成做热带性低气压，也是风台，预估可能会上北扫往南东部。美国前总统川普讲，台湾应该爱纳保护费。美国国务院表示，台湾一直拢是自卫咧加强自我防卫，唔是美国在做主先。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台南山上的工业区有一间塑胶工厂早起发生火灾，附近的民众听到几啊声爆炸声，现场也个看到大火烧甲真炎直直的青乌烟，消防人员有赶紧起来拍火，加载无人受困。环保局嘛提醒山上区的民众出外上好，得爱刮嘴暗。大量的烟冲对天顶熊熊。砰一声，导火烧的建筑熊熊爆炸，火势愈蹭愈悬。远远看，阁出现敢若是香菇形的云，互人看了心惊惊。10日早起8点外，台南山上区一间塑胶工厂导火烧，根据通报，厂内有放大量甲醇、甲苯等熬导火的物件。干哪知影？阮咧上班就咧爆炸尔。40化工具。所以会有放一些化学原料啦。对，就先从后面那一边先倒啊。哪像阁有放受管制化学原料，台南市环保局也派人去现场监控，后续经过查证，若发现有违反空污法等环保法令，也依法处罚。经过现场的监测，目前的空气污染的数值上都还没有达到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本局还是会持续在监测应变。台南市警务中心接到通报了后，随派山上顶市的消防分队计共41只车、86个人去拍火。不过现场火势收大，消防员无法度活过，敢若会当用手势拍火。加在厂内员工拢已经疏开。危险物品有甲苯跟甲醇燃烧都会爆炸然后也出动了消防机器人来到场协助那刚好跟厂方人员再多确认，目前是没有人员受伤受困的情形，厂方现在几乎是完全都全面燃烧。环保局也提醒，因为现场透北风，影响范围主要伫山上区，呼吁民众着关门窗，若要出门爱挂喙暗。环保局也会继续监控空气品质，掌握附近空气品质测站的监测数据。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伫咧南海有热带系统正在发展，气象署表示，可能这个拜六礼拜就会成做热带性低气压，也是风台，预估可能会上北扫往南东部。不过，气象署强调，目前这风台是还未形成，所以会安怎发展、安怎行也未确定。大台北早起也是日头赤炎炎，气象局持续发布高温资讯。拜四新北市甲屏东县是红色灯号，提醒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机会。其他地区高温也有可能超过36度。目前南海有2个发展中的低气压，一个预定往海南岛的方向移动，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另外一个是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压系统，也搁伫整合，预定伫拜六会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也是风台。那它未来的一个动向上的话，大致就是会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的东退或北移所以它也会有开始往西北方向移动的一个趋势。所以估在下周2、下周3左右就会来到台湾东方的海面。北上之后呢，距离台湾有多近，还有它的一个强度，就会左右下周台湾的一个天气形态。气象署预测，礼拜开始，南方水汽影响。台东甲南部地区开始都会有无定时的降雨，预定后礼拜2至拜3受到风台也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规个东半部的落雨会更加明显。民间气象公司分析，热带系统还搁伫个开始发展的阶段，未来可能的形成位置、强度、移动的方向跟速度，拢也有真大的变化。甚至在部分的预报有看到说直接朝向台湾而来，但是在现阶段的预报的资料来说的话，因为这个系统都还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所以在未来的这段时间来说，这些预报都还有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空间出现。
天气分析师是表示，目前预报显示热带性系统有可能会经过台湾附近海面上北，啊，不过无确定性也真悬。预估伫拜六才有较明显的预测，后礼拜开始天气无确定性会较悬，民众会当事先做好防汛的准备，依照后续预报的变化状况调整应变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一间私立幼儿园逼出一位姓毛的教保员涉嫌甲真侪幼囡仔性侵，引起社会批评议论。就一个查甫人半暝走去两间正正是这间幼儿园即马改做托婴中心的所在，乌白喷漆写因性侵幼儿。其中一间受害托婴中心就强调，因甲涉案的幼儿园无关系，已经报案提告，要讨赔偿。警方嘛也搁咧追查嫌犯。穿乌衫短裤查甫人摕喷漆管啊，徛伫托婴中心头前，为铁门是喷袂煞，喷完一间换下一间，一直喷漆画图，两间铁门顶悬留的字句拢是共款。过白纸写性侵幼儿这个字句，当于事发现场，壁甲铁门拢留有喷漆的痕迹。两间受害托婴中心拢是台北市私有性侵案聚集的所在。我们这几天其实中心这边有发现有许多不理性的民众，他可能就是自行拿手机守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心的限制，但本中心系新成立之中心，与这个幼儿园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代志发生的托婴中心透过律师澄清，甲原本的幼儿园无关系。目前已经报警提告损毁，要求赔偿。警方无排除作案查甫人不满，属以为姓毛的教保员涉嫌性侵威胁超过20名的囡仔仔。18透早点话，伫台北市信义区对两间托婴中心动用私刑报复。他会觉得说，你们法律这么慢，法律都不会动，然后我今天呢是帮你执行法律，我还有错吗？他心里头会这样想。所以其实正义魔人很多时候都会站在一个自我的一个自己认为自己拥有执法权的这种错觉认知上，是伸张正义的使者。涉案人目前还未抓到，是受害者家属，也是第三人犯案，还佫等警方追查。有学者分析，嫌犯心内存在家己认为的证据，只是对案件就算有较侪不满，也无建议用私刑报复。若自身面临刑责，若是任由这种行为发生，恐惊也会冲击司法，和法律制度亲像有敢若无。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这个性侵幼囡仔的案件引起社会关注，真侪家长拢要求要公开这幼儿园甲嫌犯的名，才会当避免囡仔去遭遇到危险。原底因为有儿少宽法的规范，详细资讯是袂当报道的。不过监察院说是大声来公开相关的资讯，又搁引起外界的质疑违法。安尼到底儿少事件的资讯要公开甲保护，到底是要安怎做？咱就请尚莹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解破新闻有力度、有深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莹。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台北市幼儿园发生性侵的案件，这个媒体到底是会当报，也是袂当报的？也哪准会当报，这报的程度又搁会当报甲偌详细？咱先来关心的，就是儿童少年福利甲权益保障法的第69条。这个第69条的内容就是规定讲，宣传品、出版品、广播、电视、网络，也是其他的媒体，对儿童甲少年是袂当报道的，甚至是嘛袂当甲因的名姓，也是其他会当认出身份的资讯，嘛袂当甲报出来。也就是因为最后一句，所以互人就开始来烦恼讲，若准今仔日这个加害者伊的资讯啊伤济，无定着观众朋友就约会出受害者的身份，所以致使真侪媒体全唔敢报。也毋过今仔日这个监察院线来行大声，咱来看这监察院伊伫咧7月16的时阵，伊就先来公布幼儿园加害者的这个名姓甲幼儿园的全名，所以大家就开始来质疑讲，监察院敢有违法的？若准监察院无算违法，安尼到底是凭倒一条法规才会当安尼做咧？卫福部就出面来解释讲，这条法案第69条的第4项，伊就讲到讲，若准今仔日是为着要来增加儿
社会福利，甲维护公共利益。安尼行政机关若准认定爱公开资讯，就袂介意处罚啦。也就是讲，今仔日监察院这款做法，就是法律所允准的。也那民间团体就认为讲，其实应该就爱定一个报道的标准，拄到案件的时阵，就爱先审议才来报道，互媒体会当发挥伊一项警示的功能。另外，也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这个性平法就应该爱扩展到学龄进前，互一寡幼囡仔嘛共款会当得到法律的保障。即马经过大家讨论，卫福部是讲，上紧伫1个月内，就会找 NCC 甲媒体工会做伙来讨论修法。这个修法到底是要安怎修，而且修到什么款的程度？上紧伫1个月内，就会互大家一个交代。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即马甲现场交等候主播。好，咱感谢商营为咱做说明。继续来关心台北市幼儿园的性侵案件，今仔日有立委甲民团共同来呼吁台北市府唔通过相责任，而且嘛希望会当推动修法，加强保护囡仔，防止这些不肖业者借别人的名义继续来经营。台北市信义区一间幼儿园最近传出园长的后生涉嫌对16位查某囡仔做出无适当的行为。第18有立法委员甲民间团体开记者会，要求台北市政府唔通再闪避，爱负责任。如果我们在2022年到2023年之间，市政府有依法依权责来进行停止的话，我们真的可以阻止更多的遗憾。大家检视在前年当时整个处理过程，如果有需要检讨的地方，我们都愿意即刻的改进，提出精进的方案。立法委员林岳琴伫记者会讲到规件代志的过程。伫111年7月就家长报案，迄当阵启动行政调查 A 案，有6个囡仔案件成立，进行裁罚。验过到行政调查 B 案的时阵，迄当阵有7个囡仔指证，验过尾也是因为查无证据无成立。去年8月开2遍家长说明会，让1个月了，议员阁接到陈情，问教育局是毋是让协助家长看监视器。验过说以能力无够为理由，无法度陪伴看监视器。一直到今年3月，提告的人数增加，加害人才继续延压。民间团体出面展示受害家长的共同声明。幼儿园的性平事件应该适用性平平等教育法调查机制与流程，让性平的一个调查延伸到学龄前的一个儿童。只要揭弊型的、符合公共利益的、家外的，应该事实上是比照国外提供学校名称。未来我们修法的方向。未来伫咧推动的修法内容，除了要检讨不当对待事件内面认定委员会组成，也要防止不法的业者搁借人头开业。委员会表示，只要是涉及到做件儿童性侵案件，政府就应该爱要求机构立即停聘工作人员，建立监督追踪的机制，才能避免搁有囡仔受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竹县竹北进前有建案周边连续咧发生地基崩起的代志。新竹县长杨文科是涉嫌收钱，甲建商放入建设到暗号去互检方起诉。杨文科今仔日搁再强调，相关的建案要停工要施工，拢是以安全优先、依法来办理的。另外，新竹市长高虹安是因为诈领助理费，嘛面临着司法宣判。高虹安是搁再否认要辞职交予别人来做谣言。甲议员互动，新竹县长杨文科18参加湖口高中校舍画墙壁选择的活动，严估于最近牵涉竹北的天气案件，涉贪各项防疫建设被起诉。杨文科重申，防疫案的复工甲停工拢是依法办理，以公共安全为优先的考虑。我们都依据法令的规定。都有按照我们的一些新竹县建筑物的争议的原则的方式来办理，所以也都是以会不会影响公共公权安全之余的状况之下来考虑，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施压。绝对相信我们杨县长对他非常有信心。这个时间上的巧合真的是起人一斗了哈。那尤其呢，下个礼拜又有新竹市的市长也要宣判杨文科这礼拜被起诉，正拄好后礼拜24，就是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立法院助理会官司宣判时间，引起外界的联想。
高虹安表示尊重新竹县府甲杨文科的回应，伊家己是以市政优先，相关行程是照常进行。觉得在这个活动跟行程上面，才是我身为一个市长最重要的事情。我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市政都是如常，都是照旧的，所以我一定会把市长的职务做好，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政府传讲高虹安可能会辞职换人做，高虹安讲这种是无影无迹谣言，对这款话伊无想要去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新住民基本法，扩大将来自中港澳地区的人士嘛做伙列入去新住民的范围。陆委会主委邱水正今仔日就表示，虽然目前也未造成国安的空旷，不过嘛讲未来也是挂虑。另外，南北党团联手杀过要解除组团去中国的禁令，邱水正强调，咱即马去中国的风险也是真悬，所以就要谨慎来评估，而且嘛批评中国对咱的各种施压。立法院休会进前三读通过新住民基本法，适用对象包括伫台湾的中港澳居民，和两华条例、港澳条例变作敢若是主法。对此，陆委会主委邱水正讲，目前通过法律是未对国安造成问题，不过正担心未来。实质上面，就是法律通过这些条文是没有影响，但是我们担心未来修法难免会有一些隐忧。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呢，我们会强化国会的游说。因为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也合作通过决议，解除到中国禁团令。邱水正表示，个人到中国风险依然正悬，将谨慎评估必要性，并且批评中共对台湾复合性施加压力，是两岸关系紧张疏离的主要原因，也是台海科学动荡的根源。中国大陆所颁布的法规法律。他对台湾民众是没有任何拘束力，只会严重伤害两岸的正常往来，挑起两岸人民的对立，制造两岸的敌意螺旋，可谓是相当负面的损人不利己。中共20届三中全会18闭幕，邱水正分析，中共应该宣布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政策来解决经济不好的问题，重分配、强管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酌情政策，进一步推动财税改革。能不能起一个所谓的强心针？能不能起一个所谓正衰起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看起来似乎几率并不高。学者认为，这边三中全会是无法度对最近的中共经济状况有什么大影响，主要的重点是现代化的长期改革。另外，也开始另外一波强军高层人士的变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前总统 Trump 讲到敢会帮助咱台湾防卫的代志，伊讲应该台湾爱来纳保护费，引起议论。美国国务院表示，台湾一直拢是自费咧加强自我防卫，拢是台湾家己咧甲美国买武器，毋是美国咧做主先。咱的外交部嘛表示，美国跨党派、跨政府咧支持台湾，而且台海和平稳定嘛正做共识。台海情势紧张，针对美国是毋是应该防卫台湾，前总统川普话讲台湾应该爱付保护费。川普任内的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认为，台湾国防支出应该大幅度增加，至少爱占 GDP 的5%。对着中共军事一直伫发展，不过台湾还未下过3%。美国国务院回应，台湾强化自我防卫一直是自费伫购买，毋是美国伫做主线事业。Taiwan has been paying for its own defense. Taiwan has been purchasing military equip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tune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the military equipment that they have purchased supports American manufacturing, supports American industry, supports American technology. 米勒讲，台湾向美国购买军备，关系到区域安全，嘛对美国经济正重要。那是美国近年军援台湾是评估了后的新做法，有助维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外交部回应，台湾得到美国跨党派、跨政府的支持，美方嘛甲台海的和平稳定形成一个区域共识。美国在这几年也是持续联合的理念相近国家，将这个台海和平稳定形成不仅是台美共识，也是区域共识，更是国际共识。不过，川普的言论，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是分析，那是半导体。
一旦拿台湾落入中共的手头，恐惊代表美国太平洋联邦体系的结束。除非美国不要太平洋，否则的话，美国是不太可能放弃这个第一岛链，更不会放弃台湾。现在除了台湾的台积电之外，美国的辉达啦，这些都是属于台湾人在掌控的。如果台湾人完全把晶片都控制在手中的时候，那美国的很多资讯产业恐怕也动不了。社论指出，中共若甲台湾拍落来，一步就是南海，伊会挑工引起甲菲律宾的冲突。学者认为，美中晶片战拍甲真热，美国袂随便互中共来超车，嘛会尽力避免中共突破第一岛链，相关对美国本土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范斯，公司新闻电话前朋友。美国总统拜登的健康状况一直拢受到各界关注。即马伫咧17，一个第二届确诊到新冠肺炎，取消要去拉斯维加斯的演讲。另外，伫咧访谈当中，拜登嘛头一届讲到，若真正有医疗方面的状况，伊才有可能会重新的评估，敢要去参选。Mr. President, how do you feel? How do you feel? 北京一发布总统拜登确诊，要等于德拉华州家己的厝隔离休困的消息，竞选活动随行采访的记者马上冲到拉斯维加斯机场，去拜登落车坐飞机的过程，伊动作真慢，真细致，一步一步行起楼梯，全程拢无挂喙罨。医生表示，拜登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流鼻水、咳嗽，已经食第一剂的抗病毒药物 Paxlovid。电视辩论会了后，为了向外界展现拜登的身心健康无问题，竞选团队排定连续密集的造势活动。17这一天伫拉斯维加斯才结束，甲当地拉丁裔电台专访，随去到团做快太确诊，一站伫拉丁的民权团体演讲几乎取消。I do think he needs to step down, and let Vice President lead. 消息传到伫密尔瓦斯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大会，川普支持者认为迄是拜登为健康无好找借口。I think it's fake. He's doing this just to make up for his bad presentation at the debate. 拜登进前伫美国乌兰国路电视8台访谈当中，第摆讲到，若伊出现医疗状况，可能重新评估是毋是竞选连任。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巴黎奥运伫咧后礼拜2特别起鼓啊！即阵伫咧巴黎所发生一台轿车弄入去咖啡店，造成1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的事件。另外，还有一个对奥运团庆会发出死亡威胁的嫌犯去互人逮捕，当局是赶紧的加强维安。一台车伫巴黎北边10区冲撞一间露天咖啡厅，造成死伤，伤者当中有人真严重。警方表示，驾驶肇事逃走，咧顶开对早。案发的时阵，车内有一个乘客酒测、毒测拢无过，这个乘客无受伤。迄一天，警方搁伫法国东部掠一个疑似新纳粹支持者，搁经营社群媒体疑似拍算针对奥运盛会传达入手，发出死亡威胁、受训言论等。因为巴黎奥运得要到啊，加上前几天美国前总统川普暗杀未遂事件，法国当局伫维安方面维持高度戒备状态。Nous avons donc 45 000 policiers et gendarmes qui sont désormais à Paris. Je pense que cela se voit pour les Parisiens, ce qui fait l'effondrement d'ailleurs de la délinquance à 1900 renforts étrangers. Nous avons pu saluer ici, qui viennent de 42 pays, qui concourent donc. 当局表示，可另外部署1万的军力伫巴黎街路甲各区巡逻。目前伫开幕式维安方面无接到特别的威胁证据，暗过保持警戒。这摆好运的开幕典礼，数部前例无伫体育场内底举办，是互差不多1万个选手坐船游行塞纳河6公里，也因为范围搁较大，一个赴800的专业特种人员组成精勇部队，已经部署安全任务15天，按算到开幕这一天做个上大规模安全行动。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继续来关心巴黎奥运会伫咧塞纳河举办游水甲铁人3项的比赛。巴黎政府是投入14亿欧元的经费来改善塞纳河的水质。即马市长伊达哥伫咧延期1个月了后，已经按照约束跳落去塞纳河，证明水质变甲有够清气。
跳雷塞纳河中游泳，巴黎市长伊达哥伫巴黎奥运组委会主席甲巴黎大区区长的陪伴，做伙落水游泳。塞纳河边客满民众伫围看，伊达哥因河水用自由色甲水甲色，收差不多100公尺。伊讲这是梦想的头一天，总算完成这项大工程。Vous descendez dans l'eau, ça paraît naturel, ça paraît facile. L'eau est très très bonne, un petit peu fraîche mais pas tant que ça. Et regardez la joie autour de nous. Et en plus le soleil. 伊达哥原定6月就要落水游泳，不过因为法国国会选举，国家水质的检测发现大肠杆菌超过标准，被迫延期。巴黎政府为了整治塞纳河投入14亿欧元，防止污水流入河内。不过巴黎下水道有一寡是19世纪就有啊，路线真复杂。塞纳河是已经禁止游泳1世纪外，即马污水整治成功，奥运铁人3项加马拉松游泳会伫遮举行。不过民众对要伫塞纳河来游泳看法也是无同。Temperature's fantastic. I swallowed a mouthful of water when I went in, tasted fine, spat it out. Now I'm, no skin problems, no dysentery. I feel beautiful. Personally, I wouldn't, but if the scientists say it's okay, well, why not? 奥运期间是毋是会当伫塞纳河举办比赛？会伫前一暝甲迄天透早决定，由一个包括运动员、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地区当局，抑个法国气象局组成的委员会来判定。巴黎奥运组委会嘛公布备案，上歹的情形就是铁人3项可能被逼缩减做路跑甲自单车这2项，但是马拉松游泳可能会伫其他的所在进行。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宜兰县争取回台去进驻设置研发中心。地科管理局回函表示，经过评估，有符合宜兰科学园区的产业引进原则。宜兰县府嘛继续积极来甲回台联络。不过部分已经伫咧议科的厂商是认为，应该好好来整合资源，才会当甲回台做伙带动发展。宜兰科学园区未少新的厂房的时间，不过用的土地也是未少。这东部唯一的科学园区过去因为进驻厂商少，被批评的翅膀啊，经过真侪年招商才有起来，不过也是欠有名大公司进驻带动发展。环境嘛，交通也有高铁的交通嘛，最重要是地利之便，就祖国边边啊。回答执行长黄金芬5月来台湾，希望透露伫个台北附近设研发中心。宜兰地远期会提案认为，宜兰地台北近有地缘优势，环境好，未来高铁通车拥有近8亿之间的距离，而且伊可也有大量土地，望争取回答研发中心进驻。经过竹科管理局的一个回应，我们辉达的这一个研发中心呢，有符合宜兰科学园区管理局里面的这些经营的一些项目。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最近函复宜兰县政府，表示争取的辉达研发中心经过评估符合宜兰科学园区产业引进原则。县政府表示主动联络辉达，全力争取。这么园区应出租的土地有33.82公顷，出租率只有34.95%，不够5成。业者进驻意愿不悬，这么交通部方面甲东部地动真济，拢被认为是原因。他能主动用他的研发能量，可以释出一些模组，不论是课程或时数，可以让这边的学术单位或是一些中小企业愿意整合的厂商，他们能够使用这个资源做导入。部分已经进驻的厂商认为，当然乐见回答进驻，不过除了研发，也应做好在地整合，比如释出资源，将在地厂商导入，或者是将技术资源导入校园，培养宜兰科技人才，才能创造更好。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内湖有真侪商办大楼，所以嘛有真侪行动餐车会伫咧街仔路卖食的。毋过，都有民代咧烦恼讲，即马天气遮尔热，食的物件敢有好好保存咧？卫生局是回应讲，今年到7月15已经稽查4465个卖食的单，因嘛阁针对食品的保存来加强稽查。日头超炎炎，天气正热，伫内湖有真侪栋商办大楼。水公路、江子街也有真侪行动餐车，民代担心，若是这款业者无采取安全的保温措施，正中到天气这么热，可能会影响食品的安全。也是会担心啊，对啊。当然，如果看到觉得很脏乱的，一定是不会想要去购买。会就看它有没有做好保存，可能从拿出来的时候没有是冷冻的状态。真侪人拢讲，会经迄寡看起来较清气、保存状况较好的单来买，有早餐店。除了传一寡保冷茶啊、放饮料，
抑个特别做顶啊卡，较袂去晒到日头。就是放冰袋这样子，然后维持它的温度就不会坏。像外面那种打散的，其实食物就很容易很快就坏掉，所以起都是比较好的。这家蔬蔬菜菜油条国家肉酥，饭源是现点现包，在地经营20几档啊，真侪上班族真欢迎。业者讲，像这种细台货卡车，若是布棚天开，边啊一个电风车，斗相共通风，保准实在。顶头一个菜钱筒啊，和民众家己囥钱找钱，这也是为着卫生考虑。就是我一到的时候，所有的棚架一定都要打开，食材全部都是要把它打开，就是让它散热。台北市卫生局讲，流动担有按按照食安法的规范，民众若是食了身体无爽快，或者是对业者的食安有疑虑，拢会当向市府检举，卫生局将会派人去稽查。针对食品摊贩及行动餐车，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已纳入例行性食品卫生稽查范围。113年截至7月15日止，共查核4465家。食药科也强调，以后将会针对业者卖食品的保存方式加强稽查，以免食品变质，维护市民食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科技大学希望变更都市计划，将部分台北美术工厂的土地用来做因的校地。今仔日当地里长甲台州的工会代表，搁再出来抗议，表达反对，指控北科大将因家己的大楼租予人，即来甲美术工厂抢土地。不过北科大是讲这是不实指控。伫咧国土管理署外口有白布条啊，搁再组织抗议，针对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专案小组再去讨论变更中山区都市计划的案件。台州工会联合会理事长赵明元强调讲，反对北科大使用台北美术工厂的土地，把台湾啤酒发源地活啤酒产业文化活活的杀死。建国啤酒厂是全民的资产，不是北科大的资产。当地里长不满，这个案件是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任内快速通过，呼吁应该要重新调查。里长阁指控讲，北科大有真侪大楼煞甘愿租出去，煞阁走来台北美术的工厂抢土地。他们的租金的收入预算都高达2亿左右。北科大大楼拢在租人。因有欠校地。北科大强调讲，迄当阵行政院为着整合文化资源保存、高教资源充足，佮有国有土地活化，协调各单位得到共识，同意甲部分台北美术工厂的土地拨予因使用。即阵里长的指控是无实在的。产学合作的空间都是为了希望能够降低学用落差，还有跟我们学校老师共同合作所设立的共同研究的中心，它负有很重要的这个技职教育的意义在里面。反对者诉求讲，美术工厂的土地袂当切割，应该要完整保留。北科大是强调讲，因是有专业甲经费，会当好好保存古迹。再去都委会专案小组听正反两边的意见了后，会把这寡意见整合，搁交予大会来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的台中路昨有一辆大马甲拄啊铺好，结果就发生乌多摆因为路面无平出车祸。台中市府表示，这个路段铺大马甲上早开放通行，路面的强度阁无够，才会造成事故。因会阁对施工的业者来开发。因律师嘛建议民众，若是碰到这个情形，爱甲证据拢收一铺好势，2天内会当甲台中市府来请求赔偿。机车经过拄铺好的点仔加路，雄雄之间雷残，后壁的大型重机未互动弄掉，过程拢靠监视器翕落来。17号下晡2点外，台中市东区台中路发生一件车祸，附近的店家有看到人车倒在涂骹。那边有机车躺，就是躺在那边而已。我们都不清楚了。有看到2个年轻人在，那个警察也有来。台中市府表示，这位路面因为发生必顺甲下陷，17号请外包施工厂商来铺路，长大约2.5公尺，宽1.5公尺，下晡1点半开放通行。经过调查，因为伤过早开放，而且路面强度不足，加上动车搞来搞去，地势路面无平，造成机车的事故，加在现场无人受伤。陈姓女子骑乘的大型重机在与前姓男子骑乘的普通机发生碰撞。
无人受伤。经查，双方驾驶均无营救，相关肇事因素仍待进一步的分析。厂商施工完成后，那在沥青复旧开放上时间过早，再加上该处有重车碾压，因此造成后方的机车有跌倒的情形。律师建议民众若是拄到这款的事件，会使将事发的时间地点记落来，而且收集相片证明，迄一天就医诊断证明书、收车的单据等证据，就会使以国家赔偿法向公共设施设置甲管理机关台中市政府请求国家赔偿。公务员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公共的设施，他没有维护好，他必须要负起赔偿的责任。这时候会建议民众以书面的方式，注意要在2年内向赔偿义务机关提起国家赔偿的请求。台中市府指出，这位路面在18号早起顶铺改善完成，后续会对厂商甲监造单位开发。另外，民众机车受损的部分会由施工的厂商负责赔偿。记者台中报道。同款是伫咧台中的新闻，台中有业者加做咧卖二手的名牌精品，其实因咧卖拢是假货。警方抓到姓王的业者等3个人，调查发现到因拢是对中国进口假货，以正版精品的介绍拍一折来咧卖，现场有查扣要到5000件的产品，侵权要赚超过2亿，是这几冬来查到上大件的精品假货案件。警方来到二手的精品店，清查一寡精品，搁去到另外一间店来敲。原来这寡货拢是仿的，这寡精品的假货数量有5000件，侵权的市值超过2亿，是最近这几年查到上大件的精品假货案件。这个是马，然后马的身体，然后还有马车，对，它就是一整个 logo 是在它的暗纹里面这样。警察用紫外线电火一个照，这下巴就出现厂商的标志，就连卡邦内底生产的号码嘛直接印出来。这本地是原厂才有材料做出来，防止假货方式。不过这寡仿的煞拢嘛做会出来。警方接到线报，这姓王的业者等3个人为中国进口假货，伫台中开2间店面，替人客讲是二手的精品。长期从大陆地区来进口仿冒的商品于台中市区内开设精品店警方表示，姓王业者用市价搁拍1折左右来卖，写袂少人客来买。去年到达已经卖出去1000多件，因为做工实在真优，而且原厂比对号码，才确认讲这寡卖商品全部拢是仿的。外装盒上会有所谓的紫外灯的防伪技术，这个他们也有去伪造，制造的工匠条码就工匠代码，所以这2个部分都是必须透过原厂去核对序号。或者是透过专业的仪器去做鉴定，才能去辨识它的真伪。警方表示，嫌犯除了违反商标法，会当罚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罚5万块以下罚金，而且甲害消费者误会来消费，嘛有诈欺的嫌疑，全部拢依法上班。记者林建生台中报道。高雄仁武有民众发现到一个查甫人穿长啊、底帽啊包甲暗暗，伫咧附近人道行来行去，手里也阁有提机器。民众就掠准讲是贼仔要来探路的。今仔日自来水公司就赶紧出来赔回，讲这是因的员工去咧抄表的。未来嘛要求员工爱好好啊，甲有挑食的假穿好好势，才袂误会。穿帽 T 的查甫，昨仔下晡手摕一台机器来到高雄林武赤西5街一个徛街市电铃，看无人来应，搁伫门口停真久。徛好烦恼可能是贼仔摕破解铁门，还是电子锁的机器来探路，重感是画面放去咧网络，引起讨论。但自来水公司18澄清，男主其实是抄表员。因为伊嘛无制服嘛，无啥物嘛，对啊。我是听说社团有人报警，那个事件的抄表人员他是我们的委外抄表人员，那他的确可是他当初他的确没有穿我们的我们请他要求的背心，无穿背心引起误会。水公司解说，抄表员试电铃应该是发现水表有异常，要通知厝主。实际甲抄表员来到巷仔内底，拍开水表的挂，用机器查看水表资料。抄表员无奈表示，抄表员大家拢包暗暗，其实是为着避免拍伤。待太久的话，流汗太多，其实有喝水，但还是会头晕。对，可是头晕的话，就真的是可以休息的话，就是
能休息就尽量休息一下，不要晕车，不然真的是倒在路上会没有人发现。随身炸长长的铁钩，唔拿要开水表挂，嘛是要防狗仔攻击。操表员的工课辛苦，但因为长时间伫徛喺门口作业，常常互当作是可疑的人士。水公司表示，未来会要求员工确实穿着水公司的背心，互民众认，避免同款的误会搁发生。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高雄寿山常常拢会有人甲高山仔的冲突。18才发生高山高中有30只的高山仔走入去校园内底，加载无学生受伤。为着要减少人甲狗的冲突，茶山高山仔志工队休困时拢会去宣导，教人要安怎甲高山仔斗阵。一个高山仔入去高山高中热闹引起学生的惊吓。为着避免甲高山仔冲突，大家拢走了。校长表示讲，这是发生伫18迄天，有买30只的狗走入去学校，学校连面透过教室的无声广播，提醒大家莫紧张，甲他们关起来就好，莫伤害到狗。我们都会用无声广播，一来是怕孩子惊吓。二来，其实也怕我们去伤害猴子，所以我们会跟孩子说，请紧闭门窗。高山高中将挖进茶山，不过是头摆出现这么多高山仔走入来。其实规粒茶山的高山仔差不多有1300到1500只，不时就发生高山仔甲人的冲突。根据茶山志工队调查，北寿山爬山口是伫龙岩列泉这边，拢是固定的山友，已经知影狗的习惯。不过南寿山因为挖进动物园，头届来游客较侪，对狗较无了解，致使高山仔抢食的状况就较常发生。容易发生的地点伫这个动物园的这个停车场，伫这个前龙动物园这个入口这个区域。伊即个发生的频率上悬。物件赶要来内底食啊，伫遐就去用抢啊，嘛是会惊我们就尽量远离他们这样子。茶山高山仔志工队已经成立14天，逐礼拜会固定伫高山高中的停车场南北寿山爬山口宣导，民众莫接触、莫饲狗，食物爱收好好，毋茫通降低人甲狗的冲突。记者钟义辉、邱朝阳高雄报道。生物的奥妙一直拢是正深的学问，过去科学家嘛一直拢无法度了解讲是安怎细胞增生的过程当中会发生大规模细胞死亡的状况。即嘛中研院透过影像的分析，发现到一种这几年才受到科学家咧讨论的细胞死亡方式，或者细胞体死亡，这是大规模细胞死亡的原因。这个研究成果嘛已经刊伫咧国际期刊，未来有可能会当应用伫咧癌症的治疗。毋是个体死亡触发普经过，细胞死亡范围扩大。透过这个影像，几百年以来的科学家总算通说明细胞增生的过程，为什么会发生大规模细胞死亡？中研院透过细胞摄影像分析方式，发现这几年才受科学家讨论的细胞体死亡会消除无必要的临时组织，是细胞大规模死亡的原因，而且无一定和疾病有关系。大家觉得它的发生通常是跟疾病比较相关。对，那不觉得说自然的状况下铁死亡会发生？那我们的研究就是第一次说明了说铁死亡触发波是可以在正常的生物个体发生。就是我们的数学模型有办法准确的捕捉到，就是这个铁死亡触发波在的阈值以下，它是不会发生的。研究员陈胜宏表示，过去科学家认为细胞体死亡甲疾病较有关系，不过今下发现健康的人体也会发生，而且细胞体死亡是人类器官通有各种特定形状的关键之一。估计未来有可能透过控制细胞体死亡来治疗癌症这款疾病。治疗之后，有很多细胞会存活下来，这些存活下来的细胞就会造成很多抗药性的产生啊。那我想，也许铁死亡触发波可以提供一种很新的策略，让我们可以癌细胞里面引发触发波，使得它经过的地方所有的细胞都死掉。细胞体死亡2012年才开始受科学家讨论，目前了解并无多。咱中研院团队即马发现，活性氧化物是细胞体死亡发生甲传播的主要机制。这个发现也刊伫国际科学期刊《Nature》，因希望未来这趟加做治疗疾病的新方式。记者高林玉凯台北报道。
2024年世界杯咖啡友会大赛伫咧丹麦举办，世界冠军就伫咱台湾，是来自宜兰的贾益成。伊对18岁开始学咖啡友会，经过10档的打拼，去到世界舞台来甲各国的选手交流，希望用咖啡友会艺术，让世界看到咱台湾。用流利的手势将牛奶拍做牛奶泡啊，顶前伫咖啡顶悬来画图，免一时的时间，天顶飞的、海底游的、土骹行的3种动物，龙、海鸭、麋鹿，就活跳跳的造出来啊！这次我的主题是多元化的世界，所以我把它变成有陆地上的、海上的跟天空。那我就想，这个陆海空里面有没有我最喜欢的一些事物？伊是谢益成，今年代表咱台湾参加世界溜花比赛冠军。拉提阿是用牛奶伫咖啡顶悬溜出来图样，伊嘛讲摕到冠军的心情，就亲像咧做梦共款。伫这大比赛过程当中，嘛互伊受起这10几档辛苦练习的过程，即马嘛总算是放下紧张的心情。因为其实比赛没有什么所谓的真正的诀窍，就是不断的去练习，然后知道说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尤其最大今年比较困难的是使用全自动的咖啡机，跟以往我们所接触的半自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最困难的地方。那这次拉花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得到世界冠军，这可以说是咖啡拉花的奥林匹克，等于就是奥林匹克的冠军一样，所以恭喜我们台湾的选手。这场伫丹麦举办的世界性溜花比赛，谢益成用家己10档的溜花经验，来到世界30个的国家的选手做交流。伊讲家己会继续打拼，学习这3种动物的精神，继续用手艺，让世界看到台湾。记者陈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今年巴黎奥运头一届将霹雳舞列做正式的比赛项目，咱台湾嘛有选手要参赛。高雄市就伫咧今年巴黎奥运结束了后，要来举办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要邀请世界各国包含着奥运前10名的霹雳舞选手做伙来竞争。台顶的囡仔上细汉才国小娘娘，就当跳出动作真困难、真技巧的霹雳舞。若讲到霹雳舞，阁有这位娜娜最近真红，伊今年9岁，为5岁开始跳舞，到今已经摕到侪国外奖。伊嘛是去年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冠军。娜娜毋望未来会当代表台湾比奥运，伊上高的就是头等的动作。不能马上跳接，我觉得要一步一步慢慢练，未来都可以跳到奥运啊，可能锐步啊，就最大的。霹雳舞是一种结合音乐、体操，阁有涂骹动作的运动。今年也头摆加做奥运正式比赛项目。台湾霹雳舞选手孙静嘛代表台湾去比赛，因为今年巴黎奥运，高雄市政府顺势再次举办国际霹雳舞的大赛。孙正也有来参加。今年他代表台湾，唯一一位代表台湾去霹雳舞大赛跟世界其他的好手同台较劲。我们邀请了奥运排名前10名的这些选手都来到这个比赛。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按算伫9月15号举办，今年特别选伫巴黎奥运结束了后举办，会邀请世界知名霹雳舞选手，包括孙定来参加。期待各国的选手会当做伙交流。记者钟义辉、邱昭荣高雄报道。咱台湾甲捷克伫咧各方面拢拍拼咧推动交流甲合作。伫咧捷克，原来有一个台湾人设立的民间旅行社，创办人讲，伊希望台湾人去佚佗的时阵，伊会当甲深度的文史故事讲互大家听。另外，就伊住伫咧捷克的观察，民间上大的改变，就是台湾的新闻愈来愈多。捷克的人听到台湾这个名的时阵，袂个掠准是泰国。这样城堡是这一大区，然后我们后面的人在慢慢的上来，你们可以看到。行伫捷克的城堡区，导览员哪讲哪带民众一步一步行。带团的旅人事务所是由陈嘉玲甲甘定如伫2012年所成立的旅行社，一个是为着读册，一个是为爱走天涯。因讲因毋但是提供深度的游艇，为台湾人伫当地创造工作机会，嘛是因真有意的代志。希望会当帮助台湾人伫商业市场有更较好的竞争力。因来就是来读册啊，也毋是讲家庭的关系，就会来遮捷克，想讲做看卖，全部拢是台湾人，互相照顾，啊嘛加一个收入。
最近这几年，台湾和捷克政府伫咧经济贸易等等的交流愈来愈多。捷克搁伫6月伫台湾设一个捷克中心台北，要推动双边的文化旅游等等的合作。长期住伫捷克的陈嘉玲表示，伫民间上明显的改变，都是听到台湾的国名未搁互人当作是泰国。最近就是台湾跟捷克政府有蛮多的新闻，在捷克的媒体上其实也都有曝光率。比起我大概7、8年前来的时候，你只要跟大家讲台湾，那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是泰国，因为台湾跟泰人就是很相似。那你现在跟大家讲台湾，他们就知道台湾是哪里，然后台湾是怎么样的国际情况。现在另外一位创办人甘定如是认为，欧洲人要是较惯势伫咧欧洲旅行，若要推动愈侪捷克人来台湾观光，政府要是爱去拍拼。我目前营业快2年，看来呢，捷克当地受益是比较多。那我也希望我们台湾以后未来可以多提供一些方案，让捷克政府再愿意把他们的人才输出到台湾，然后或者是更加的打广告，到我们去台湾旅游，那为我们台湾带来更多的收益。虽然伫代志友好这方面，两位创办人有无共观点，不过对因来讲，会来创立旅行社，嘛是希望会当真做促进台湾和捷克互相交流的平台。伫咧带团导览的时，甲因带伫捷克的生活观察，甲当地的文化分享，互来佚佗的台湾人了解。记者卢尚珠、柯明哲捷克报道。天气报道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搁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31度至37度。中部地区31度至36度，南部地区31度至37度，东部地区31度至35度，还有外岛地区30度至35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林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